近排有位客戶揾到我哋，讓我哋將20幾平嘅居屋間一房，仲要大空間嘅感覺。門口用板材間咗廳房，出面鞋櫃，開放格方便放啲鎖匙小件嘢。地台床等於多咗個儲物櫃，吊櫃可放疊衫褲。間牆開窗下面裝台，晨早扮靚就係一日嘅開始。出來客廳地櫃鋪埋軟墊，就兼顧梳化和餐椅，同時又可儲物。通頂衣櫃，玻璃門板唔惹塵，層板內藏光更顯高級。靠窗主角書台，視野靚唔會悶。連住電視櫃呢度，上下分區由你執。咁到時我哋仲會分享裝家私嘅全過程。我哋有家私設計和裝修一站式服務，設計到售後一手包辦。